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月5号要分享的是谨守本分。我们要读约书亚记17到19章，邀请您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。约书亚为他们抽签，求问上主，把其余各支族应得的土地分给他们。约书亚记18章第10节。从约书亚记14章到19章记载了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遵照上主给摩西的命令，他们就抽签分地，并且有各支派长老一同做见证。在分地的过程中，约书亚他做一位领袖，如何谨守本分，他展现了领袖的气质。他心胸宽大，没有私心，所以处理土地的分配非常得当，展现了他领袖的好榜样。约书亚记14章1到2节记载，以下是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迦南地分配产业的情形。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以及以色列各支族各家的领袖们，把土地分配给人民。他们遵照上主给摩西的命令抽签。通常这抽签是用在有特别记号的石头来求问上帝的旨意，来决定了约旦河的西岸分给9个半支派的土地。在古代近东的地区分地其实是一个王的特权，在王的掌控之下来进行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约书亚他做一位领袖，一辈子在战场上征战，为以色列人卖命，象征一位拥有权柄的王一样所以他应该有分地的主导权啊。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，他虽然身为领袖，却愿意退居第二，由祭司以利亚撒来主导抽签分地。这也呼应了攻打耶利哥的事件，由祭司们抬起约柜，其中7个人拿着号角走在约柜前头，接着是军队开始绕着城走。这里宗教意义大过于今世之上，让人看见约书亚他谦卑不居功，表明了迦南不是他打下的天下，而是让人看见是上主为我们征战的，这些土地是上帝他所赏赐的，所以他选择听从上主的命令，在示罗这个地方来设立会幕，也可以说是当时候敬拜的中心。在这个地方抽签分地，也是选择在上帝的面前分地宣告上帝的主权和他的应许。所以约书亚他先责备他们的懒惰和胆怯，并且向他们信心喊话，然后叫他们选出代表去走遍迦南全地，绘制地图，把未分之地分成7份。最后他为他们在神面前来抽签，向着目标勇敢前进，鼓励他们得地为业。约书亚不为自己嚷立争先，
是等所有的人都分得了地业以后才想到自己。但这里我们看到他也不是自己来争取，而是等到以色列人想起了他，问他，才提出所要的地方。约书亚论功名论声望，应该配得示罗啊、伯特利啊这一些任何的大臣，但是呢，他却谦卑知足，只求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。这是何等的领袖，何等的胸襟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主，实在值得我们来效法。我们来默想，约书亚没有为自己先选一块土地，而是在以色列人把土地分配好了以后，他们才给约书亚一块地作为他的产业。从约书亚身上你学到了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所有的产业都是你所赏识，透过约书亚谦卑谨守本分的领导风范，成为我们信仰美好的榜样。祈求圣灵赐给我们谦卑的心，不居功，不抢夺上主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在新的一年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